甲咱大家做伙来上帝殿，咱要用感谢的心来祈祷，请咱用感谢的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的带领，互阮个平安来到你的殿院，要来敬拜，要来学罗你，也感谢你赐阮一个妈妈。伫世间上替你来照顾阮，互阮的生活无虾米大烦恼。阮感谢你，因为妈妈的劳苦，阮阁感受到你的恩典无限，阁感受你的赏赐福气满满。阮真正感谢你，伫即个日子也恳求你的圣手带领保守阮的妈妈。有好的身体，有好的身心灵，拢平安伫你的保守内底，也有喜乐，有平安，阁有安息。阮感谢你的恩典赏赐，听阮祈祷的主上帝，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平安，阿门，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也真欢喜，甲你伫今仔日分别最圣的日子。咱来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喜乐，来，咱来大声三个吉祥，靠主耶稣的名吉祥。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日出播出带领。话语在敌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多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来，大声三个，这是所定的日子，咱天天要欢喜快乐。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日出播出带领，甩开不幸之宣告你的话语，在敌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多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大声来三个吉祥的三个。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将来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将临到。大声宣我要告，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将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将临到。再次大我声要呼喊。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将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将临到。大声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将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
归给我们荣耀的神，请坐。这妈妈的拢是烦恼起来啃，烦恼天袂光，烦恼阿无能，烦恼囝有娶好某无，烦恼查某囝有嫁好翁无，孙有找好头路无，烦恼起来啃，所以你的规头毛拢白苍苍啊。总是上帝安尼讲，你比鸟只搁较珍贵，你的头毛我拢有算过，所以免烦恼，你上水。免烦恼，今仔日你上水，有主通课，你上水。轻轻行到青草地来到小溪边，鸟只乌点拢在学落伊，但是咧飞自由自在，讲天白上自爱，飞来飞去人是手光，飞跃你的爱，人比鸟只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双双想袂开，我自己想袂搁对着你，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轻轻行过青草地来到小溪边，鸟只乌点拢在学落伊。咧飞自由自在，讲天白上自爱，飞来飞去仍是手光，飞越你的爱，人比鸟只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有自己想要搁对着你，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人比鸟只较珍贵，鸟只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有自己想要搁对着你，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来，请你甲边的人讲，免烦恼，今仔日你上水。免烦恼，今仔日你上水。人比鸟只较珍贵，人比鸟只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有自己想要搁对着你，对囡仔你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感谢主为伊通课，伊会祝福妈妈。请你会记得你是做妈妈的，还是做爸爸的，咱来举起咱的手来祝福，祝福咱的先生，祝福你会出来的人，我来祝福你，你路的人
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主赐给我。我来祝福你。来祝福我，一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叫大声，来祝福你，大声，你来祝福我，上帝。自己的花，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一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上帝甲咱听命命，上帝甲咱听命命，感谢主，享受福气满满，伊甲咱听命命，互咱的烦恼伫伊头前，伫伊面前，拢会使摆列。阿门。感谢主。咱来祈祷，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我的王。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赐予阮恩典满满，阮会当大声来宣告，阮要靠主耶稣的名过得胜的日子。阿门。感谢你，阮会当靠主免烦恼。主上帝，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求你互我会当专心敬畏你的名。也求你帮助我，会晓算数，军队你的代价，也立志委身来侍奉你。求你施恩予我，会当实践你所交托予我的使命。我要靠你所赐的气力，坚持到底。主，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立志安尼宣告，我们靠主耶稣的名来得胜，我们靠主耶稣的名无烦恼。感谢主，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用主导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个来启用上帝的话，启用文第35篇，箴言第4章。我来启兄弟来应。我的囝儿着听老爸教示，着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唔通放杀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住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
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唔通袂记伫，嘛毋通放下我所讲的话，唔通气煞智慧，伊会保护你。着意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对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将应当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退休。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因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无拄着阻碍。你走嘛袂拄着滑倒。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着谨守，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大命。下面请圣歌队带咱来学到上帝，因要想的诗歌是妈妈会听。主是阮的灵命，你
们请提摩太小朋友来献诗。你
好，咱真欢喜看到这些小朋友哈等呢，我们小朋友等一下，牧师为你们祝福祷告。对，来，嘿嘿，不要急着下去。来，每个小朋友一起上来哦，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敬拜上帝。那我们相信这是上帝非常满满的祝福。那也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就像他们唱的这首歌一样哈，妈妈以前都像少女啊，但是为了孩子哈，付上了很多时间跟代价。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小朋友来祷告哈。来，我们要一起祷告，为你们做祝福祷告哦哈。好，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小朋友来祷告哈。我们手合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赐福给我们在家庭里面有一个妈妈，为我们怀孕生子，将我们的生命生在这个世上。我们相信有主你非常美好的安排。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用感谢的心向主你献上感谢。愿主你赐福这一群孩子，让他们成为家庭里面不仅是美好生命的产业，也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有色彩、有智慧、有从主你而来的帮助，帮助他们的妈妈有智慧来带领每一个孩子平安长大。我们恳求神也赐给他们有从主你而来的信心跟盼望。保守这一群孩子，成为家庭里面不仅是宝贝，而且成为未来国家教会非常好的帮助跟助手。谢谢主，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神。愿主你赏赐的生命的主，再次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来，好。感谢主，我们在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跟这些孩子一起来庆祝母亲节。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呢，牧师也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PPT， 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箴言14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看哈，承认 PPT， 宕机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哈，来。智慧的妇人这是台语的，这台语的吼。智慧的负心人，大家建立伊的家；戆的负心人，亲手毁伊。今日咱所看的这段圣经真呢，牧师期待会当互咱更较无相款的经验。伫咱的家庭的内底，咱拢期待建立一个家庭，叫做家和万事兴，凡事拢和睦三庭的家庭。但是伫家庭的内底，其实我感觉。那亲像咧建立一个什么叫做幸福的团体，我就咧想，牧师嘛咧想讲，到底咱基督徒，我们所要建立的家庭是什么？是有没有一种叫做国度的概念？好，有没有叫做国度的概念？我咧想讲，当我的囡仔，我甲我的牧师娘讲，过去吼，我还未娶某生囝的时阵，我讲我要生几个的时阵，我的老爸甲我讲。你唔来看你会结婚无？好，然后就讲唔来结婚了，唔知会生无？到我感谢上帝，上帝互我已经经过迄个过程，我嘛已经看见，当我来到伫咱大桥教会时阵，当我举手祝祷祝福祷告的时候，我的细囝泽恩伫徛伫后壁面，伊也对我咧举手祈祷的时阵，我讲主啊，这间教会需要主日学，因为教会无囡仔。但是我即摆看我的囡仔已经4个啊，已经完成啊。但是佫有一个佫较远的梦想，就是要安怎栽培我的囡仔，透过圣神的馈力，透过信用来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怎么样？不仅平安长大，也要成为国家，不要成为国家的败类，而是能够成为家庭的祝福，甚至能够成为国家的祝福，甚至成为教会的祝福。阿们。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家庭产业你要顾好，家庭产业你要顾好，家庭的产业咱要安怎有智慧？咱来大声先求这样代志。圣经内面安怎甲咱讲？圣经甲咱讲，约翰福音18章36节到37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其实这段圣经站是耶稣在面对比拉多在给他审问的时阵，他在讲，如果我的国是属这世界的，我旁边应该要有很多子民，怎么样？我的臣仆怎么样？是会为我征战的。可是当下他其实看到他的很多门徒，甚至跟随他的人，不见得愿意为他征战。所以咱来思考，每一个基督徒，咱有常常咧为着上帝国，这个福音的工程，这个家庭的和睦，甚至福音会当传到伫咱的家庭的每一个人的心上来咧努力。这就是耶稣咧讲的，伊讲我的国无属这个世界，但是有真侪基督徒却是将咱世间活地的年日，为着家庭，为着咱世间上的代志咧落落，忽略了到底我们怎么样为主来把持住这个真理。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非常感谢上帝，上帝让我不仅在车祸当中重新得着生命，而且得着健全。其实牧师娘她的一个堂弟哈，他跟我一样出了车祸，在中兴大学那个时候非常严重的一场车祸，后来截肢。后来他的人生有很大的转变，是连家庭所有的人都跟着转变。可是我非常感谢神，神让我重新恢复，而且一样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且是为主做工。所以我跟神求说：主啊，你既然让我能够受呼召为主你做工，求你医治我，让我的未来的道路重新能够得着神你的带领。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神要将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加给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相信这个应许。我有一个传道告假传道人，他在家庭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父亲。那每次呢，他家庭里面有2个孩子，2个孩子都叛逆，远离上帝。其中有一个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做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基督教的无神论者。他的父亲是传道人，可是他的儿子却是成为反基督教的无神论者。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在家里就非常的暴力，非常脾气暴躁，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无爱的皇宫就好比一个贫穷的茅寮若一个茅寮有爱在其中，就可以成为一个灵魂的皇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需不需要有爱？教会不是在这边大家在这边唱歌跳舞赞美上帝，可是人跟人之间看到彼此的时候，好像没有关系，甚至我们不会在乎彼此的生命的问题，我们也不会为他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温馨的家庭，它非常的重要。上帝爱咱的生命，就爱大生在家庭的内底，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因为家庭若温暖，上帝就会施温赐福伊的家庭。阿们。夫妻的关系若无和睦，你要安怎会当讲你是基督徒？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伫家庭的内底，一定大生爱先徛起，就是爱有和睦三听的心。今日圣经在箴言14章第1节安尼讲。智慧妇人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人亲手甲伊拆毁。这个智慧的妇人人，智慧的妇人建立她的家，我觉得不是只有妇人。你忙回去做丈夫的回去讲，圣经牧师今日特别为你讲的千万唔通忙回去冤家其实咱要了解圣经内面咧讲起这智慧的妇人人，是针对每一个人。咱要知影。圣经内面，耶稣基督为着咱就哪亲像伊的啥心腹圣经内面，耶稣捌讲过一个故事，讲10个在色女有无？5个有智慧的，5个是安怎？是愚妄的。有智慧的，伊会准备油；无智慧的，伊是安怎？伊伫遐反正困伊下，你等阵新郎来，反正我就有油但是等新郎来的时候，他的油已经没了。结果他跟那个有智慧说：“拜托，你油借我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预备好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来迎接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一个爱主的人，爱主的妇人也好，当咱咧庆祝母亲节的时阵，我相信有最夫人嘛咧想讲，我伫家庭的内底，我有扮演好做一个贤妻良母嘛。但是咱来了解，只要那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伊会有智慧无？会有智慧哦。敬畏主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他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听你即摆箴言14章第26节安尼讲，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终于理解，小时候我的妈妈跟我讲，伟愿，你若要去上课哈，你要上课的时候啊，记得，无论你人生遇到什么问题，你一定要跟上帝求啦，因为妈妈不见得能够时常陪伴在你身边啦，但是上帝却能够帮助你。等我自己做老爸了，我做父亲之后，我发现孩子真的不是你可以一手掌握的嘞。你也能讲话声，伊伫你身躯边，你来讲，你袂使做这项代志，伊就马上停起来。但是伊若无伫你的眼光，无伫你的眼前的时阵，伊咧做啥代志你唔知影咧。每一摆迄老师甲我讲，恁儿子最近好像拿什么东西丢人嘞，我都好害怕。我在想讲，我伫厝里干嘛咧做，我会恶起来吼。那你起码敬畏耶和华的，他会有依靠。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的这位上帝，是要让我们学习依靠他。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学习依靠神，你的生命就有避难所，你的生命就有避难所。所以我们要知道，妇人代表的是基督的心腹，也就代表的是众信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学习这份智慧的心。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在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建立一个有智慧的家庭。这是一个不容易了解，但是确实对咱来讲非常要紧。我相信咱伫厝里拢有一个我记得叫做什么智慧家电？什么叫做智慧家电？你们知道什么叫智慧家电？用嘴巴摇。对，声控的啦，开灯它就开了。关灯就关灯我记得这个中国那边过来的弟兄李欣嘛我们中国那边有很多的产品都是智慧家电有关系，对不对？真的，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牧师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智慧家电里面他在谈到了很多情境。第一个情境叫做智慧照明我就在想，圣经里面上帝的话好像也有这样教导我们。诗篇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很有趣上帝的话，圣经的话里面都是我们生命的智慧。可是基督徒不见得爱读因为每次看完就睡着了，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却是告诉我们，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里面还有安尼讲，诗篇第1篇第20讲，只有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19篇133节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哇，各位弟兄姐妹，认识上帝的话，这3段圣经节提到了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教导了我们如何做生命，你的生命爱活出什么款的生命？跟你边的兄弟讲，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跟随主，跟随主的话语的教导，你自然就会知道你生命怎么走。所以我觉得生命人生你会发现越年老越年纪，只要遇到什么病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底我要去哪里？我的生命要做什么？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咱的怎样，咱的生命，就要有主加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用伊的话语来带咱来行。第2种，咱头拄看诗篇第1篇第20讲，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在你的思想里面，你想的是世上的产业，胜过于常常想神的话语。你有没有这样
好像有些时候是这样。你生活你也行出这个教会哈，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以后，你很多时间大部分都是为了生活、工作、家庭很多烦恼的事情在走。可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何来学习遵守，而且来实践，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难道不就是在告诉我们要思想吗？所以咱的思想吼，唔通互家己的生活吼，做这项代志你要操烦，互你烦甲你唔知影要安怎行你人生的道路。圣经内面啊，不是圣经内面，咱知影哥伦布啊，哥伦布伊安怎样？他发现了新大陆，对不对？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有许多人他们认为哥伦布啊，只不过是凑巧刚好看到那一块土地哈。有很多人都为了他能够看到这个新大陆，发现新大陆哦，都在那边争辩。有一次在一个盛宴当中呢，一群人一群贵族就在那边跟他发牢骚。哥伦布，我跟你讲，其实哦，我们都知道美洲本来就在那边了，只不过刚好凑巧被你看到了而已啊！哇，这个哥伦布哈，他不慌不乱的哈，就灵机一动呢，他就拿起了一颗鸡蛋，然后对着大家说：“各位先生女士，来，请你们告诉我，这颗鸡蛋怎么让它立在这个桌上？”大家都在那边想不出来。后来哥伦布他就说，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鸡蛋拿起来，直接倒定桌上，再扣个卡了。你今晚可能会笑，原来是安尼，我早就知影。其实这一群人也是一样，他说，这个我也知道啊。哥伦布就说，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发现美洲不难，就像立起这颗鸡蛋一样容易。但是各位朋友，在我还没有把它立起来以前，请问你们有谁做到了？你有想过吗？有的基督徒，伊的人生过咧做风采，过咧做满足，甚至过咧做富有。有的人会牺牲呢，但是伫牺牲的过程的中间，伊却是停留伫伊的原位，却是无愿意踏出去。等他亲像这个发现啊，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人同款，因停留在他们的原位。所以我会当感觉，教会在谈论福音的事工，在谈论教会的复兴的发展，有没有可能？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能，因为大家好像很严肃。了解我的意思吗？家庭啊，今天我牧师在带大家认识什么叫做建立一个有智慧的家庭。我们其实要重新去思考，到底家庭要安怎叫做有智慧？你也感觉讲是要安怎比嘛？敢是安尼？敢真正是用比较来的，是用比较来的吗？其实不是呢。我们的家庭要怎么样跟随主、认识上帝，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智慧照明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照出新的路了。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要靠主得胜。基督徒不能活出一个靠主没有得胜的生命。什么叫做没有靠主得胜？得胜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他遇到困难，他会懂得怎么样靠神给他的智慧，找出方法，找出新的路，知道怎么走下去。这叫做得胜。有人不会得胜，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说没办法，算了，从此以后我不想要再这样做了，我也不想要服侍神了，我也不想要继续跟随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创新在本质上是对新的思维、新的角度、新的变化，我们采取欢迎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讲有一间教会，伊的发展会当对教会福音、对教会发展有帮助，你有想要学无？有无？我伫这礼拜去参加一个特会，一个牧师伊咧分享，我甲伊问讲，我讲这个牧师啊，请问吼，你安怎去看会友拄着迄个无顺遂的代志啊？就是说弟兄姐妹有病痛的事情，他每次都很多病，然后一直都是如此，可是他就是抱持着喜乐的心，你怎么看待？他说，
感谢主，我通常不会让我的弟兄姐妹他能够脱离那个苦痛，因为苦难一直都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实际上都必须要保持一颗创新的态度去面对生命。阿们。在你的生命，你有期待，咱对咱的福音有一个创新的传递思维嘛？咱就往往咧讲传福音，敢若是牧师的工作，牧师也无甲阮训练，我是要安怎做？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对你的家庭就会当做起，从你的家庭就可以做起，就是这么简单。当你要跟你的孩子说走，我们去吃大餐，你的孩子一定会说什么？好啊，好棒哦，我想要去啊，对不对？哦，外地阮哎呦，牧师吼拢是礼拜日、6日，连我的家庭孩子都是跟着我们，他们不会有所谓的例假休假，所以我的囡仔这信心兄嘛是吼，咱嘛真欢喜信心兄倒转来伫咱中间。信心兄伊就是牧师囝，伊过去嘛是同款伫牧师的家庭大汉。伊做了解，囡仔对细汉对伫牧师对伊爸爸，就是礼拜日无咧请假，对无？礼拜天无咧请假。啊，我的囡仔逐摆若听到我讲要去台中哦，伊讲我们要去住旅社了吗？因为他们很开心，因为爸爸不会其他时间带他们出去哪里玩，可是他们就会期待。像你姊妹传福音有当时咱有咧互咱的家庭感触到。我在教会认识的福音，带给我做父母亲的，回到家里面有没有一样得到福音的那种感受？你的孩子有没有因为你看到你去教会之后回来不一样，生命不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关键在于哪里？你敢不敢想？你肯不肯做？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智慧家电里面还有一种叫做娱乐啦。兄弟姊妹，你感觉基督徒会当娱乐无？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我若礼拜煞吼，拢会走去拍电动，就会走去招教会的朋友，就走去拍篮球，拍到足暗。我的老母吼，常常来甲我讲，你着爱记得，礼拜日是安息日，是主的圣日，你的头壳毋通敢想讲要拍球、要拍电动啊！我就咧想讲。无啊，我日时咧做认真去咧学背金句啊，是安怎甲我讲甲咧无一地安尼啦。兄弟姊妹，基督徒可不可以娱乐？我想要问各位，假如有一颗水果，它有烂掉了，你要不要吃？有些人会怎么样？啊？烂的消掉。有些人是认为只要有烂的就全部丢掉。特别如果它是多起啦，特别安尼哦。只要有烂掉，全部丢掉的哦，有哦。我会记我当下熟悉阮牧师娘的时阵，牧师娘伊真正，伊若有烂掉，规个拢烂掉。你若遮讨济啊，阮就为着安尼来咧冤家。兄弟姊妹，娱乐跟水果的好坏这个烂掉的部分是有点像的。基督徒呢，我们要了解，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娱乐？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娱乐有哪些是有关道德性的问题？咱来看哈，暴力娱乐。我甲这青少年讲，最近这个有一个国中生哈，幼语，他现在蛮常来，因为他的母亲把他的手机没收掉，改变了呢，你知道吗？他妈妈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我们在想说，奇怪，这个孩子怎么继续关心他？搞不着头绪。他妈妈最近他家人开始把他手机拿掉。可是最近我听他又讲说，他妈妈希望在母亲节跟他先生讨论，说是要不要把手机再还给他。我就跟这个同学讲，牧师其实不希望手机再还给你。咱来怎样手机游戏里面现在有很多孩子、很多年轻人都在打枪战，因伫遐扫米，拢伫遐咧拍枪，拢摕枪伫遐咧弹、小弹。所以呢，暴力游戏、战争游戏、色情娱乐相关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一直在影响我们。跋筊有无？有啊！咱若看 YouTube， 大家每一个 YouTube 拢是第一个显现的是啥？拢会中间有会穿插的一寡游戏，讲你得爱安怎赚大钱，有无？其实拢是跋筊呢。兽性娱乐有没有？有啊！我们去到那种海洋公园，有没有？那些动物，他把它怎么样关起来，然后在那边跳，哇，大家好开心，他就在那边表演给人看。
可实际上，上帝创造的这一些自然的产业的东西，它原先是应该活在什么？是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伤害的娱乐有没有？其实也有。学生他们在学校受到许多的霸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有些人会认为说教会基督徒不能够有娱乐，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3个层面。第一个，有些人他会认为容忍有问题的娱乐，不管这个世界上提供什么，我通通接受。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接受就是这样。父母亲他们就是认为没关系，我的孩子他喜欢就好，因为我爱他。所以反而让他害了他。第二种，有些人他会选择避开一切的娱乐，免得让他接触有害的。就像我刚刚讲到，我的母亲从小，你忙搞个怕电动，你忙个给我冲啥？从小的时候我就被接触这个教导这个观念，结果后来我就去偷钱，然后呢就偷偷去买电动玩具，然后甚至约了我的妹妹跟哥哥一起来跟我玩，好像同流合污的感觉一样。我告诉你。这就是孩子，他在娱乐上面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第3个，还有些人他选择小心避开有害的娱乐，偶尔享受一下。你会发现好像基督徒要面对娱乐，好像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这难道不需要智慧吗？需不需要？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学习这个智慧。我们要了解哥林多前书6章12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娱乐不要玩过头了。怎么样才会玩过头？我们要稍微了解到，其实娱乐是合乎圣经的，只不过我们需要在娱乐当中要懂得了解，娱乐对基督徒是什么？是一种调味剂啊。好，它会帮助人能够感受到，原来我也可以透过这样来稍微做个放松。可是放松过头了会怎么样？会放纵，对。所以放纵就是代表什么呀？你被辖制住了。好，我记得我的牧师娘因为真阵牧师人去抓伊，拢抓足济。伊讲你莫去抓，我无抓袂使了，足艰苦的呢。伊讲你抓遐济要创啥？你食袂起啊！我常常甲伊讲，迄是上帝问题，上帝的恩典呢，无抓袂使呢。我若休困这个时阵，我就去抓。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被辖制住了，是不是？这就是被娱乐辖制住的生命。当教会同工他买了一台撞球桌放在教会，我说这个好吗？这个撞球桌好吗？结果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来教会都喜欢来打撞球。最后我就想说不对，教会如果这个撞球桌让这些孩子每次来他们都不念书，这个东西就辖制住了他们，对吧？信不信？所以重点不是这个撞球桌不好，其实撞球非常好的运动呢，它里面有很多球的角度，就好像我们人在做事情一样，你必须要有角度，你要懂得看面相。所以留下你今晚一个娱乐，如果让你整天都投进在里面，请问那叫做娱乐吗？其实那不是娱乐。所以家庭里面要建立一个有智慧的家庭，绝对做父母亲的不可以让你所谓的娱乐而占为最主要的部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对于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有几个需要注意的。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31节特别说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怎么样？为了荣耀上帝而行。也就是说，你要娱乐也要荣耀神啊！爱了解吗？娱乐要荣耀神，就是要怎么样？不要过头了啦！爱了解，不能过头。他都我讲的，无去掠鱼袂使去啦，无去做什么代志袂使去啦。我说歹势，我一个拜日一定要甲你请假，因为我一定要去佚佗，因为我安排这个活动一定要去，会使无？会使，我同意。但是迄是你甲上帝的关系，了解我的意思无？我绝对会同意。牧师绝对不会限制你，所以，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荣耀神的。
神要我们守主日，为什么要守主日？基督徒守主日，就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礼拜有7天的生活，6天都在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产业在工作。可是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守安息日，爱休困，爱感谢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我们可以看准基督徒生活的面向的准则。第一个，人有调剂的需要，对不对？好，我们需要有这个润滑剂的娱乐的需要，可是没有颠倒的需要了。好，说我现在玩得很开心，我现在没有好好去练习，不行。所以牧师，我这个礼拜真的要跟你请假，这样懂了吗？颠倒了。第二个，人有调剂的需要，但是没有活在里面的需要，能同意吧？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要受他的辖制。这就是咱在讲的信用，要安怎样学习？在这个智慧家庭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娱乐的部分要怎么样灵活的运用？第三个，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牧师刚刚讲这个部分牧师还要再强调一点在家庭里面，如果我们看重自己的娱乐、购买的欲望，胜过于家庭的信仰、生命的需要，这些都是不是荣耀神的？阿们。我再讲一次，假如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因为购买东西，或者是因为某种东西胜过于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的时候，那个都不会成为荣耀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看重彼此弟兄姐妹的信仰关系。所以为什么牧师会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办活动，任何的团体不要以娱乐为重要的目的，一定要有信仰的内涵，要有生命的造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我们要建立一个智慧家庭第三个叫做环境的监控。一个基督徒他对于环境的掌握熟不熟悉，灵不灵巧，生命的状态的调试他容不容易，其实关系到他的生命有没有办法面对重要的事情所以提摩太后书1章7节咱这回来看我们一起来念用华语来念来，因为上帝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请问你有没有上帝得救的福音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害怕的吗？不是吧？意思就是说，无论在你的亲人，当伊若有一日离开你的时，你会记得有什么人在陪伴你？上帝陪伴你。上帝爱咱有刚强壮大的心智，爱有疼心，甚至爱会当持守的心态，抓掉这个心最要紧。有一个老魔鬼伊看到一个人间生活太幸福的，伊讲咱来去甲扰乱一下不然魔鬼我们都已经快要不存在了。所以这个老魔鬼他就派了一个小魔鬼去扰乱一个这些人，一个农夫。他就跟他就把这个农夫这些人看伊安尼做辛苦咧做工课但是咱得来互伊安怎，互伊获得的利润少一点，看这个农夫看他会怎么样。结果这个农夫还是一样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这个小魔鬼就想说，好，那不然这个老魔鬼既然派了任务给我我就来让他的土地互伊这些的偷这个土地怎么样变得很硬，看他怎么耕种。结果这个农夫无论怎么硬的土地，他依然就是一直敲，一直敲，很努力的敲，也没有埋怨这个小魔鬼又摸着鼻子又回去了。这个老魔鬼又派了第二个小魔鬼来，既然他更辛苦的也没有用，拿走他所有的东西吧，他拥有的东西吧。这个小魔鬼世界魔鬼就将伊的啥，等伊做食了，会食一个面包，甲这水拢甲可走。可以走了这些人伊真辛苦来甲伊要休困的时候说，我会食物件哪有无去，水嘛无去安尼是要安怎？哇，这个农夫他竟然怎么样？他竟然看到这些东西说，唔知道倒一个可怜的人比我更加需要这个面包甲水啊！
吼，如果这个物件乃当互伊感觉饱吼，安尼嘛无要紧啦，嘛好啦。这个小魔鬼看一看，怎么又失败了？哇，这个老魔鬼就觉得奇怪，难道世上没有任何可以让这个农夫让他的心变坏吗？后来他就再一次派出第3个小魔鬼出来。这个小魔鬼呢，他就跟这个老魔鬼说：“我有办法，一定可以让他变坏。”好，这个第3个小魔鬼呢，他就决定了跟这个农夫做好朋友。他就跟他做好朋友，这个农夫就很高兴的跟他做了朋友，因为魔鬼他有预知的能力，他就告诉农夫，明年会有干旱。他教农夫把这个稻怎么样把它湿润，怎么样什么时机点就好好的去做。这个农夫就照做了。结果第2年别人都没有收成的时候，只有这个农夫大收成，赚了很多的钱。3年下来，农夫他越来越富有。他就教这个农夫，这个魔鬼就教这个农夫，把米拿去酿酒，再去卖。哇，赚的越来越多。慢慢的，农夫他就放下了他做新郎的工作，他不做农夫了。有一天，老魔鬼来了，小魔鬼就告诉这个老魔鬼说：“你看，我现在展现了我的成果，让这个农夫办了晚宴。”请所有的富有的人都来参加，每一个人都喝酒喝得烂醉，每一个人都好像很懒散，甚至呢，突然间有一个，甚至那个仆人来到他旁边都怎么样？还被这个农夫曾经做农夫的这个有钱人怎么样？还数落他，你们工作都还没做完呢，怎么现在就在休息，甚至还跟我要饭吃？这个农夫的心完全变了，有没有？你知道吗？最后，这个小魔鬼他就说，跟这个老魔鬼说：“你看，我了不了，很了不起吧？”这个老魔鬼就跟他讲：“你怎么办到的？”小魔鬼就说：“我只不过把他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看你今晚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我们人很多时候，咱拢期待拥有更较多，咱拢咧期待，咱嘛咧得到拥有更较多。但是其实咱要知影，咱需要的是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爱，更多的包容。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方法，我们需要的是好好的了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真实的去看到自己生命里面那个环境，你怎么在掌握？留下你今晚第四个智慧家庭的情境，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是一个安全的监控。你觉得你安不安全啊？有没有安全的人会点头，但是有的人是安怎？迄人电话拢切落花去会惊呢。切落花去你会惊袂？有的人会惊啦。心内有平安无？心内安全无？人的心中的安稳无？一个智慧的有钱人，伊会知影要安怎对伊的家庭掌握那个安全的监控。我常常牧师在对我的孩子，有些时候我没有办法掌握孩子的状况，我会发脾气。可是每当我发完脾气的时候，我的太太总是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摇摇头。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刚刚用的行为让你的孩子不安全了，而且感受到让孩子感觉不是很舒服了。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节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弟兄姊妹，主是信实的，意思就是讲，伊知影咱人的需要，伊知影咱人的欠缺，伊知影你的不足伫什么所在。所以，当你有遇到困难，你会惊吓的时阵，上帝伊知影要安怎给你补助你。所以有人讲，信主的人，伊伫苦难的中间所学习的，有的人你会知影，有的人你莫看伊拢爱做喜乐但是有的人外人在看，第三人称在看人他的时候，会感觉讲，迄后影真正喜乐，有够悲哀的，迄种人的生命哪惨，对不？但是你就看他很喜乐，你要记得信主的人他在苦难当中所学习到的喜乐，不代表他没有悲伤。
而是他知道上帝给他力量。阿们。信主的人为什么在苦难当中他会学习忍耐？不代表他会屈服，是因为他在忍耐当中，他得到他相信上帝会给他永恒的盼望。信主的人为什么会放手？我们会常常教导基督徒，你要放手，不要再执迷不悟，一直在为了这件事情在那边争论。我们要放手，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要知道一切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各位弟兄姐妹，诗篇56篇3到4节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上帝，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话教导我们如何在安全的情况下来面对家庭。阿们。所以做父母亲的，在家庭里面，你只要做领袖的，拜托各位，你不要在家庭里面把你自己好像置身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环境里面。从你的态度，从你的心境，就要表现出安全的生命。第五个，一个智慧家庭的应用，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个人化的环境、情境化的环境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必须要在适当的位置安装适当的开关，对吧？智慧家电不就是这样吗？这叫做个人化了。这种个人化怎么做？圣经里面有说，哥林多前书3章9到14节说，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土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这些禾秸嘛，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火怎么试验个人的工程？就是从金银宝石。你要用上帝的话来建立你的生活，建立你的家庭，还是要用人的理论啊？他讲得很白啊，每一个人都想要为自己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础功、基本功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可是人在为他的生命生活在建造的时候，会用你自己的方法，这叫人的理论。可是你却忽略了上帝的话语要带给你的智慧。所以当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的太太牧师娘，她每次以前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跟她讲说，我真的有点后悔，在结婚的时候，我后悔跟你结婚，就这样。可是我是跟她讲说，我很后悔跟你结婚的时候没有拍婚纱的影片。牧师娘就跟我讲，你讲话讲较紧，你唔讲迄段落断伫咧，我真后悔跟你结婚。其实我发现人的理论，重要的是上帝的话。牧师娘时常教导我，告诉我，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你的方法，他慢慢的让我发现，其实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没有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教导我们要学习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属灵的家、属灵的教会，而且是有智慧的家庭。我非常喜欢在100年前，这是一个100年前的妇女的一个图片，他们怎么在建立他跟神的关系。100年前的妇女，他们浇花祷告，他会求主降淋雨在我的心里，发生我心中的善种。以前的妇女她们开门也会祷告，她们会祷告求主敞开我的心门，将主接在我心中。以前妇女她们连生活那行会在祈祷求主降灵火，烧去我心中冷淡，能够长存热心来侍奉主。甚至呢，在扫地也会祷告，求主扫去我心中的污秽，使我常做清心的人。他在点电灯也会祷告，求主使我行为
能够怎么样？良善如同灯照在人的面前，更要将你的真光照在我的心里。有水不？哦，非常的水吼！点电话来当上着这个代志吼，真好。陪囡仔读册吼，嘛同款哦。也陪囡仔看圣经、读册嘛拢同款。求主使我有信上加信，常要与主交通了。所以我们时常在陪伴我们的孩子，是用自己的智慧，还是在用上帝的智慧？披萨啊，买赛啊，求主是求主说，我心中使我的洁白如雪。哇，非常美哈！求主赐给我活水，使我永远不渴。提水祷告呢，咧抢水嘛是咧祈祷哦，点油在过去有在打油啦哈。求主赐给我智慧如聪明的童女才行路，常预备油在器皿里。各位弟兄姐妹，愿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学习建立一个除了肉身的家庭，我们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的智慧在建立的家庭以外，我们更要思想，咱来思想。要安怎建立一个有属灵的家庭、有智慧的家庭？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需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阿们。愿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完成上帝国的使命工作，努力的传福音，做好牧养，帮助人在教会当中成长。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万能全能的主，你是赏赐生命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不仅要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与祝福，你也要将平安的恩典赏赐于我们。我们再次将在你面前，将这宝贵的时间向主你献上感谢跟祷告。愿主你赐给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不仅得着启示，也让我们能够在心中迫切的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付上更多的代价。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每一个主你所赏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为主你建造一个健康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你的福音的国度带出新的改变，也透过你的话语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学习更愿意抓住神你所赏赐祝福的应许。恳求你也祝福我们，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通活出蒙主你欢喜的生命。今仔日是庆祝母亲节的主日，愿主你嘛祝福全世界所有的母亲，用你所享受的平安、快乐的稳定，来丰富因手所做的工。在家庭的内底扮演好、佮有智慧的妇人人，将主你听人的福音带到伫因的儿孙甲亲人的身上。阮嘛要同心伫你的面前来主你献上阮的恳求。我们要为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要面对会考的中选、嘉恩、定伦、定恩，以及每一个会考的孩子、学生，恳求你赐给他们智慧，保守他们的心，安静他们的心，透过他们所预备的每一项功课，所做的每一项预备里面，我们学习为他们祷告。愿主你不仅陪伴他们，让他们学习在这一次的检视他们所学习的功课上面，能够得到新的成长、新的段落的决定。也恳求神赐给让我们在每一个在神你面前所领受你话语的人，特别我们也要为了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永丰以及李欣还有雨诺，他们能够从中国在经过疫情的期间，能够再一次回到台湾，跟我们一起参与聚会。愿主你赐福他们全家在中国当中的生活能够平安，也能够得着神你赏赐的祝福，让他们在家庭里面能够建造属神所欢喜的教会、欢喜的家庭，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也并请秀珍小组来献诗。
念要主是咱上大的福气。三角的吟诗圣诗第134首，圣诗第134首，老母早带囝儿，请去念全首。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
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请为着以下公道事项来祈祷。第一，为着信徒人生造就心心灵祈祷；第二，为当工服侍工作祈祷；第三，为教会青年儿童祈祷；第四，为教会捐款；第五，为教会宣教、传福音、灵命造就；第六，为教会内新家庭关怀工作祷祷。请咱开声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愿你守护伫你的教会，主愿你的最最的信仰上了袂见我主的人来献上恳求，愿你相信那真做你教会大大的帮衬，也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同心的祈祷的中间来经验上帝你满足的恩典甲疼痛。主你要互阮伫艰难患难的中间，阮犹原会当有教会的开力，为主你最美好的干净甲开力。真回好，我嘛以爱会当互阮的生命成做一个分享生命的快乐，会当继续为主你跑走天路。愿你起自你的教会，无论伫兄弟姊妹，无论伫牧养的工作、新家庭关怀的工作，以及伫蒙道粉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互阮会当伫遮敬拜学了你。主耶稣，感谢你，真做阮的救赎者、保惠师，互阮会当甲上帝相结连，伫上帝国度内有份。即时，阮也献上阮家己，真做你的器皿，衷心顺服服侍你。求你互阮倚靠你圣灵带领阮做工，互阮哪服侍哪谦卑，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愿你感动阮对圣经的话语有较无的心。昆读圣经，常常祈祷，生命得到造就甲激励，互阮的灵命更加成长。恳求你赏赐属天的智慧，伫主日学老师甲青年同工的身上，互因用主的话语教导儿童甲青年，用听心陪伴因，互儿童甲青年有你的话语，成做因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因的脚步。行伫真理的道路上，无偏离，有好的品行来荣耀你的名。我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阮祈祷，主听我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请做来看周报。圣港侍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的人第一。教会消息：第一，今仔日是母亲节，愿主纪念每一个母亲伫家庭养育儿女的辛劳。教会有赠送全年礼券，祝贺每一个母亲节快乐，愿主祝福。另外，今仔小组暂停。第二，新家庭关怀训练影片参考连结，请先用手机开相机模式。点到有出现一个网址，你可以当看，你了解门训的内容。奉献部分请有错误甲过无更正，请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阮就是温柔伫恁中间，亲像你母育家己的囝儿，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节。你们请牧师补充报告。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吼，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啦吼，即个修真兄甲小会长了的查某囝永丰甲李欣因囝婿吼。
对中国遐包括这雨诺，对不对？雨诺哈咱拍波欢迎音哈，拍手欢迎他们，请你们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哈。欢迎你们，请坐。因为因拄好疫情期间哈，永丰因拄好过去中国，了拄疫情期间都无法度倒转来台湾啦吼，所以嘛真辛苦啦吼，拄好转来时阵囡仔拢大汉啦吼，所以真的是这秀会长呢足想要抱这个孙所以秀会长呢想要甲阮这个乔恩那像因为平常时无法度抱着家己的孙拢甲无输的囝当做伊的囝安尼咧带所以感谢主嘛有这个机会，咱会当伫教会。其实教会是一个做温暖，教会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地方昨天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选要会考张哥大雄雄讲，我骑脚踏车在迄个幼语去基美病院看伊的古婆啦。我讲袂歹咱教会青年是有疼的所在所以其实来教会青年咱来鼓励因常常教导因为因祈祷。祝福咱的教会这参与的青年我相信咱教会出来的兄弟姊妹拢大有影响力的性命啦好，牧师伫遮佮补充报告，咱今日小组暂停啦因为母亲节期待咱会当好好陪咱厝里的爸母中昼的时阵好好自责嘛嘛请咱会记得未甲老母妈妈未讲母亲节快乐，会记得甲伊讲甲伊抱一下啦好，佮另外咱这礼拜拜六拜日是会考青少年的会考嘛有这个国中生因的段考啦段考，所以请咱会当为着咱的这青少年因的考试来关心啦伫教会时你来看到甲伊鼓励鼓励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心就鼓励他，就我为你祷告，那要好好念书把握时间，几个重点讲一讲就好了，不用担心说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所以你只要跟他讲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就会成为他念书的动力了所以我想关心人就是这样做起了好，感觉有心咱这个新添兄的太太静宽姐妹，我们再次拍手欢迎她。好她的对，还有那个佑君吗？加纳加纳，迄个金哈这查某囝啦加纳因为最近跟加纳都很像跟佑君也很像都是那种都一样的特质好，那我们再一次加纳欢迎他，欢迎他欢迎他。牧师敢有无介绍到的？拢有啦安尼若无咱请咱做伙起立，我们一起等下牧师先分一个母亲节的礼券的咱请所有妈妈起立好不好？像所有的妈妈牧师要亲手送给你们，我们教会送给你们的贺礼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来，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妈妈，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平安健康。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互你做主的工。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辛苦了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辛苦母亲都很辛苦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我们一起起立，不 ，OK， 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拍手，是的，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们，是的，是，好，我们一起来唱挑咱主祭这几会必须祝福。我们唱一次之后呢，我们互相请安，我们不握手，拱手就好了做一回，听互咱主祭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做一回，听互咱主祭做一回，咱互相请安，互咱主祭做一回。听
听互咱自己做一，欢迎你，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咱手较紧的一遍吼，来，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搁一遍来，听互咱自。上帝，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咱若有看到咱中间无来的兄弟姊妹，咱嘛着互相请安哦吼。咱的慧君吼嘛因为确诊所以嘛无来到咱中间，咱嘛伫祈祷中求上帝甲伊医治顾守吼。咱这时请咱做伙徛咧，由愿咱做伙来吟上营的诗，颂咏的诗歌。389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俄勒上帝至高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盛哉天的万民。永远俄勒白行诚心，阿门。愿恁伫家庭的内底，真做主所祝福的人，互恁的家庭充满平安、喜乐、甲愿望，是通过耶稣基督救恩所得来的恩典甲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立倒。我